喺好耐以前，喺波濤洶湧、碧波蕩漾嘅海洋上面，居住咗一群海上嘅統治者。佢哋有住無窮嘅慾望，希望得盡世界上所有嘅財富。佢哋係邊個？佢哋喺邊度？佢哋就係海盜。如果話海盜係海上嘅霸主，咁統治陸地嘅就係一群莊嚴華麗嘅皇族。佢哋每日過住雍容華貴嘅生活，佢哋有見今日風和日麗，所以佢哋就趁呢個機會走出皇宮，搭上佢哋豪華嘅遊輪，享受佢哋難得嘅海上假期。
兆呢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海盜出現啦！原來佢哋一直被呢班皇族虎視眈眈，想謀取佢哋帶嚟嘅首飾同財富。當皇族嘅遊輪誤闖海盜嘅水域之後，海盜衝上遊輪，捉走呢群皇族。雖然皇族拼命掙扎，然而面對住兇狠嘅海盜，佢哋嘅反抗猶如以卵擊石，徒勞無功。佢哋心中無力嘅呼喊，祈求有一絲嘅希望出現。揾唔到佢哋嘅同伴，非常之慌張。而家船都受唔住海盜猛烈嘅攻擊，遊輪地萬丈無情嘅大浪捲進漩渦嘅深淵。兩個皇族連同架船喺黑暗之中浮浮沉沉，不知不覺就跌進一個神秘奇幻嘅國度——水世界。喺呢個水世界裏面居住咗一群不問世事、冷靜安寧嘅居民。由於佢哋居住喺好深嘅水世界，睇見一艘科幻嘅巨船跌進呢個萬丈海底，佢哋都十分之好奇。